你是卖我玉佩的那个老人家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不，江州市的新政策，景区又让摆摊了，我当然也就回来了。我是说那块玉佩。我不是提醒过你吗？美玉可凝神静志，那残缺的玉啊，只怕为你徒添烦恼。可我看你好像也不在乎啊。您是从哪儿得到的那块玉啊？这块玉是我祖上传下来的，说是要交到一个叫沈不言的人手里。祖祖辈辈啊都没有等到这个人，没成想被我等到了。那您的祖上是陆渊，他不是死在缘起之变了吗？我的祖上并不是陆渊，但他也并未死在缘起之变。